前行或停下，現在是嗎 ？What if 我會似個有種夢嗎 ？What if 有被重路會錯在間 ？What if 我在世界在我想下 ？What if 獨夢有百個這旅途原來好得意，前途怎麼會不必前那意思？一切問心都可以，何況盛世與心開始，何況心手不怕，還願相真不怕。從前退屈的語氣，無窮傳達總會有共鳴，何況心手不怕，會成功作吧。人人談論着佢哋，而原來學到時卻為何明明你是愛我那個同行，人前未知再站那個，對愛溫情我沒有錯，然前那疑問現在有麼 ？What if 你會放我種夢嗎 ？What if 獨自滑浪橫橫路翻 ？What if 獨自躺我跳自由 ？What if 喊會雨但沒有理由？這旅途原來好得意，前途怎界定不必前那意思，一切本身都可以，何況是從內心開始，何況心手不怕，或願相真不怕。從前遺憾的語氣，無窮傳達裏沒有顧忌，何況哭不怕，無妨生像我吧。期望我們的共鳴，隨時隨地假寐是識同你跟你的感覺相處，跟着衝動跟心動相遇，不聲不說，我會講喜歡的意義。